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3日登去到白宫，和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见面。川普表示，这场会面两个人的讲话气氛真好。拜登是希望会当和川普合作，赶紧让加沙战争赶紧断去。另外，即马外界更较关心的是未来川普的团队。川普嘛透过声明任命这参议员鲁比欧做伊的国务卿，也拿众议员盖兹是做司法部长。Well, Mr. President-elect and former President and Donald, congratulations.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a, like we said, smooth transition. 美国总统拜登伫白宫普议行办公室接待总统当选人川普。Thank you very much. And politics is tough, and it's many cases not a very nice world, but it is a nice world today, and I appreciate very much a transition that's so smooth. It'll be as smooth as it can get. 两人伫咧镜头前拍招呼，气氛正好。记者问问题时阵，川普向拜登洗白尾，拜登也笑甲正欢喜。过来两个人甲门关起，谈要到2点钟。川普讲这边见面正欢喜，拜登讲希望会当甲川普合作，和加沙连接赶紧断去。白宫讲这边的对话内容正真实，这是和平交接权力的传统仪式。不过，川普伫4年前连任失败时阵，并无安尼对待拜登。伫即天，川普也透过声明任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欧做国务卿，讲其将会成为美国坚定的捍卫者、盟邦的真朋友。鲁比欧是第一位打定的国务卿，长期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，被公认是对中国上强的鹰派人物。不认为新疆加香港的问题能辩护北京制裁，也是长期支持台湾的友台人士。川普也讲会任命佛罗里达州众议员盖茨做司法部长，引起正大的震撼，因为盖茨几多年前涉嫌性丑闻，和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调查。另外，共和党这么决定重新提回参议院，这么要推派建制派图恩做新任的参议多数党领袖。图恩以主张自由无极，伫咧关系甲乌克兰援助问题，可能甲川普意见无同。伊这么希望会让甲川普重新建立关系，也让众议院这么差不多已经确定伫咧共和党的手内，到时川普有可能会让完全执政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